以每度電0.4蚊挖劇仲值唔值得試？答案可能會令你失望嘛。朋友們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追蹤我哋，仲可以喺留言區同我哋互動。每度電0.4蚊挖裝可以賺錢咩？以一部100 T-shirts 嘅機做例子，好似 S19 Pro 型號，功耗3250瓦，以而家 BTC 約93美元嘅價格，網絡難度 146T 同總算力1000EHS 計算，一部嘅機每日挖 BTC 大概可以賺4.20，電費24小時內消耗78度電，大約要4.40，電費佔收入咗大約105%，令到每日淨蝕0.2美元。結論唔抵做，電費將所有收入都吞藏，仲要蝕錢。如果電價再升或者難度再提高，就會更快蝕本停機。只有喺電費低過每度80.3嘅地區，先有機會見到正收益。你睇嘅電費係幾多？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挖掘機規格同電費一齊分析。